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9月初9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面对欺骗和羞辱。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6章1到14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们若因跟从基督而受凌辱，就有福了。这表示荣耀的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章14节，一位拉比要求受教者背诵个人最受益的训诲。有些学生背诵关于谦卑的训诲，也有人恭诵建立家庭的训诲。那其中呢，有一位学生说，一个人在公开场合羞辱邻舍，就好像抽取邻舍的血一般。这位拉比听了以后，用他所遭遇的实际经验来训诲他。他说，我亲自看过，当人受到羞辱的时候，脸上马上变得毫无血色，非常的惨白哦。公开场合羞辱邻舍的情景也是这样。拉比接着教导学生及旁观者说，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当中，要小心避免羞辱别人。犹太人他们相信，公开羞辱邻舍的人和以丑化的绰号来称呼邻居的人，都要下地狱。所以有句话说，把自己扔进烈火中，也要比公开羞辱他的邻舍好。智慧人不会对邻舍口出恶言，免得处在急难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手。所罗门教训世人轻视邻舍的是有罪的。你可以去看箴言14章21到22节。轻视人就显出自己的骄傲，这就是罪。但对周遭贫穷那些被看不起的这些人彰显怜悯的，却能够蒙受大福哦。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都会面对欺骗或者是羞辱，这是难免的哦。撒母耳记下，今天我们看到16章1到14节当中，大卫王的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欺骗或是羞辱，好像一个镜头带我们来看，如何在逆境当中，在面对这些羞辱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你的信心，还有坚定的信仰。首先我们来看大卫，他面对伪善的赠礼哦。当洗巴带着面饼夏天的果子，还有一皮带的酒来到大卫的面前，他在逃难有这些食物当然很棒很好，但是我们看到洗巴他的目的不是真心来帮助大卫，而是想取得大卫的信任。我们生活当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用甜言蜜语或者是物质来赢得我们的青睐，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可能就是自私的。在短时间要预备出来这一些的东西实在不容易，可见洗巴工于心计哦。他相信大卫必然得胜，所以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以最小的代价来讨好大卫。洗巴一定估计大卫最终会赢得这场战争，所以在大卫最缺乏的时候给他以帮助。另外洗巴也编造了谎言哦。洗巴回答王说，当他在问这个米非波设哦，他回答说什么？他人在耶路撒冷
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的父的国归还我。他的目的是要激动在逃难当中无暇照顾及其他就是照顾其他事情的大卫来同意自己占有米非波设所有的这个财产的意图。那作为米非波设的仆人，管理扫罗家财产的洗巴，他要用帮助遇到困境的大卫作为借口，要霸占扫罗家的财产。第二个，我们看大卫他要面对羞辱，他仍然保持冷静哦。当一名名叫示每这个人来到大卫的面前咒骂他，并用石头要扎他哦。大卫没有让情绪主宰他的行为哦，主宰他的内心。他告诉自己的部下，不要对示每采取暴力行动，而是选择保持冷静和理智。这也告诉我们，面对欺骗和羞辱的时候，保持冷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大卫手下的勇士亚比筛，他为了要维护王的尊严，他就到大卫的面前请命，来，我把他杀掉。大卫制止了亚比筛大卫谦卑地说，示每辱骂他是因为上主吩咐他来骂自己亚比筛没有错，但大卫更讨上帝的喜悦。谦卑是一种强大的回应方式可以保持我们内心的平静而不动怒，甚至可能像亚比筛这样的行为会犯下杀人的罪行第三方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自我思考和调整。大卫在这种面对羞辱的困境当中，他也自行来反省。他认为这或许是上帝允许的一种方式，在这其中帮助他能够改进和成长的机会，也让我们在面对欺骗和羞辱，或者是这些的敌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我反思，重新来审视自己的行为，选择决定是不是对的。大卫认为，如果上帝允许示每每一个咒骂的言语，那么也许这就是他所该受的，他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他相信上帝也会为他伸冤，如果不是他的错误。当我们遭遇不公或困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将事情来交托给神，相信他有更大的计划。最后要带我们看到更大的愿景但大卫并没有自己努力去应付这些的困境，而是仰望上主的恩典。他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拯救他。这提醒我们，在面对欺骗和羞辱的时候，我们不必孤单的去应对，因为上主的恩典和帮助总是随时可得的，随时来帮助我们。这种信念使他有力量继续前进。同样的，当我们面对挑战和羞辱的时候，也需要冷静勇敢面对，看到上主要给我们看到的更大的意象或者是愿景。透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使我们认识面对欺骗和羞辱的时候，这是人生命当中会面临的一部分，但如何应对这一些的挑战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从大卫的经历当中，我们学习到忍耐、谦卑、信靠上主，上主给他有智慧如何去调整，以及永不放弃的重要性。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让我们学像大卫那样，将自己的命运改变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并相信他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出路。我们来思想，你曾经面对无辜的咒骂和侮辱吗？这个经历直到今天如何影响你呢？大卫的反应给你什么启发和学习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随时眷顾
随时保护，随时赐下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顺境或者是在逆境，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遇到各种的挑战跟考验，包括欺骗，还有面对羞辱。但我们也知道你是我们最可靠的避风港，祈求你赐给我们有勇气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正确应对这些的挑战。当我们感到茫然和痛苦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将所有的忧虑和困境来交托给主，请赐我们谦卑的心，学像大卫王那样，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冷静、信心跟坚定。让我们也明白，即使是环境暗淡，你仍然掌权，你也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出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有主的同在与帮助，胜过你眼前的难处与困境。我们明天再见哦。